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很高兴、开心的为各位介绍下面这一张墨宝。那么我这么写道：傲慢无礼啦，不能进步啊，没办法进步。你如果说你很骄傲，慢呢，各位就看不起别人，你慢待别人，慢待就是轻忽了。看不起别人，藐视别人。那么如果你傲慢无礼，又没有不懂礼貌，不懂得去尊重别人，那这样你不能进步啊！没有贵人嘛，没有真心的朋友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人家没有办法关心你，没有办法来好好的辅助你。那你想看，你怎么能进步呢？你进步不了啊！所以我们就傲慢无礼，不能进步。温和谦虚才会成功嘛。一个人非常温柔的、和蔼可亲，态度很重要。一个人你有再大的才华，你有很大的本事，但是你的态度不好，态度傲慢，你的眼睛长在头顶上，那种态度就是感觉的高高在上。这种情况看不起任何一个对象，你这个就糟糕了。你一定要温柔，要和蔼可亲，脸带着笑容，很有礼貌的，很有尊重的来对待别人，要温和谦虚，一定要很谦卑，要很谦卑，很有礼貌的，很客气的对待大家，就温和谦虚。那你贵人很明显，大家跟你交往是真心诚意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一定会成功的，你才会成功的。做什么事情啊，都能够随心满愿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啊，这个要相处之道，在这个人世间这么短暂的生活过程里面，我们都希望有很多好的善知识、好的朋友来关心帮忙。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一定会成功。那怎么会得到这么好人给你协助呢？相助你，那就温和，一定要谦虚，孝顺父母，龙天护佑嘛，懂得报答父母的恩德。父母有养育之恩，有生育之恩，有教育之恩，他有这么大的恩德，你想想看。那如果你懂得孝顺父母，这个是整个天地之间、法界之中，大家公认的一个最大的价值。不但我们人对你有这种表现而恭敬你，连天地护法善神都来恭敬你。所以如果能懂得孝顺父母，天龙八部护法都来护佑你、护持你、保佑你。真诚的念佛必定解脱。我们念佛知道阿弥陀佛要救度嘛，我们用一种感恩的念佛，用一种非常有信心的念佛。如果你能够这样，那跟阿弥陀佛的心呢就相应了。那你相应，你必定解脱，以后一定到极乐世界，一定花开见佛。那时候你看非常逍遥自在。所以各位要真诚的念佛，你就决定，必定就是绝对肯定的，不需要怀疑的，而且当生这成就。当生成就，你现在如果有信心，你看法然上人一再的强调，告诉我们末法众生，只要你现在有信心，你死的时候一定有信心。你现在不要怀疑哦，那你死的时候自然就不会颠倒。自然不会颠倒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所有的这些诸佛菩萨高深大德一再的告诉我们，念佛要很真诚、真心诚意的，那么你以后必定是一定解脱，绝对往生，绝对成就，一定去成佛。好，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来告诉大家，我们互相勉励，祝福大家吉祥如意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